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睇我哋今日呢集關於收息投資嘅深度分析。喺而家呢個投資環境入面，好多人都話揾錢難，但係對一啲追求穩健回報、想舒舒服服躺平收息嘅投資者嚟講，港股市場其實一直都係一個寶庫。講到收息，大家腦海入面第一時間浮現嘅，可能都係嗰啲老牌藍籌，例如係匯豐控股，又或者係中移動。匯豐作為好多香港人嘅情結，由我哋阿爺嗰輩開始就已經係收息嘅代名詞，而中移動呢幾年派息慷慨，加上5G 業務穩健，亦都成為咗好多人心目中嘅收息神股。不過，如果我話俾你聽，喺而家呢個加息週期尾聲，步入減息預期嘅時代，真正嘅收息王未必係呢兩隻大家耳熟能詳嘅大藍籌，而係另有其人。你又會唔會覺得好驚訝呢？今日我就會同大家深入探討，到底邊一隻股先係真正隱藏嘅收息之王。同時我亦會橫跨4大核心收息板塊，包括銀行股、公用股、電信股，仲有大家又愛又恨嘅房託基金 REITs， 逐一幫大家拆解邊啲值得長線持有，邊啲係陷阱，幫大家打造一個真正可以幫你源源不絕產生現金流嘅投資組合。首先我哋嚟講下銀行股，呢個板塊可以話係香港投資者嘅根基。講到銀行股，大家最關心嘅肯定係匯豐控股。匯控喺2020年嗰陣，因為英國監管機構嘅要求，曾經罕有地暫停派息，嗰件事傷透咗好多香港股民嘅心，甚至有人話呢隻大笨象已經唔再值得信任。但係時過境遷，我哋睇返近呢1-2年，匯控嘅表現其實係非常出色。隨着利息上升，銀行嘅淨息差大幅擴闊，賺到盤滿缽滿。匯控唔單止恢復反派息，仲頻頻進行股份回購，加上派發特別股息，其實佢而家嘅息率係非常之吸引。不過，大家要留意一點，銀行股嘅盈利同派息係好受利息環境影響。如果嚟緊2026年或者之後進入咗明顯嘅減息週期，銀行嘅息差收窄，利潤可能會受到壓力。所以投資銀行股，我哋唔可以單單睇佢而家派幾多息，仲要睇佢嘅資本水平同埋佢點樣應對未來利息下調嘅風險。除咗匯控，恒生銀行同埋中銀香港亦都係好多人嘅心頭好。中銀香港喺本地房地產貸款方面佔有重要地位，雖然近期內房問題令到市場有啲擔憂，但係中銀嘅資產質量相對穩定，派息政策亦都維持得好平穩。對於追求穩陣嘅投資者嚟講，中銀香港可能比匯控更加容易預測。對於一啲已經到咗50、60歲準備退休嘅朋友嚟講，呢種穩定性其實係好重要嘅。講完銀行，我哋一定要睇下公用股。公用股喺投資學入面被稱為防禦性股份，簡單嚟講，即係無論經濟好定壞，大家都要開燈，要用瓦斯，要用水，所以呢類公司嘅現金流係非常穩定。以前大家最中意煤氣，即係中華煤氣，因為佢以前年年都送紅股，所謂10送1，變相係複利增長嘅神器。但係大家要面對現實，煤氣喺2022年開始已經停止咗送紅股，主要原因係佢哋喺內地嘅業務增長放緩，加上需要保留資金應對未來發展。如果你仲停留喺10年前、20年前嗰種投資思維，覺得煤氣係不二之選，咁你就可能落後於時代啦。而家公用股入面，我反而會比較睇好長江基建或者係電能實業。呢兩隻股嘅業務遍佈全球，特別係喺英國、澳洲等成熟市場，佢哋嘅收入係受到監管價格保障嘅，具有強大嘅抗通脹能力。長江基建甚至創下咗上市以來年年增加派息嘅紀錄。呢種派息嘅持續性，對於想建立長期被動收入嘅人嚟講，簡直係金礦。跟住落嚟，我哋要講下電信股，呢個係近年來收息界嘅新貴。以前大家覺得電信股要投入好多資本去起基站，好似4G、5G 咁，啲錢好似倒落海咁。但係當基建完成之後，電信公司就變咗做收銀機，每日都有幾千萬人交月費俾佢哋。
中國移動係呢個板塊嘅龍頭，佢嘅現金儲備厚到令人窒息，派息比率亦都不斷提高，由以往嘅50%、60%提升到而家超過70%。對於追求大息、高息嘅朋友，中移動確實係好難避開嘅選擇。但係大家要留意，電信股雖然穩定，但係佢嘅增長空間相對有限。佢係一個典型嘅收息工具，而非增長工具。另外，本地嘅香港電訊亦都係一隻非常典型嘅現金流神股。佢以商業信託嘅形式運作，規定咗要將大部分日利派發出嚟，所以佢嘅息率往往可以維持喺一個好高嘅水平，係好多香港本地收息老手嘅核心持倉。然後就係房託基金 REITs 呢個板塊喺過去1-2年真係慘不忍睹，因為 REITs 嘅特性係借錢買物業，收租派息。當利息高企嘅時候，佢哋嘅借貸成本上升，而物業估值就下跌，導致好似領展呢類曾經嘅股王都要喺2023年進行供股。領展供股呢件事，對於好多視領展為長線收息寶貝嘅散戶嚟臨，係一個好大嘅心理陰影。大家開始懷疑 REITs 係咪已經玩完？其實唔係嘅。REITs 嘅價值核心在於資產嘅質素同埋利息周期。當我哋預期2026年或者未來利息會慢慢回落， REITs 嘅融資壓力就會減輕，物業估值亦都會回升。如果你有耐心，而家嘅領展或者置富產業信託，佢哋嘅息率其實已經反映咗好多負面因素，特別係領展。佢積極喺海外，好似新加坡、澳洲同內地收購優質資產，分散咗單一香港市場嘅風險。對於一啲30歲、40歲，仲有時間去等市場復甦嘅投資者，而家反而可能係一個分段吸納嘅機會。咁到底邊個先係我心目中嘅收息王呢？喺公布答案之前，我哋要先釐清一個觀念：真正嘅收息王唔係單純睇息率最高嗰一隻。如果有一隻股派10厘息，但係股價跌咗2成，咁你依然係蝕錢。呢個就係所謂嘅旺息唔旺價。我心目中嘅收息王係要具備盈利增長、派息穩定、資產負債表強勁呢3個條件。雖然匯控同中移動好強，但係喺目前嘅大環境之下，有一隻股份佢嘅表現非常之驚人，甚至喺過去幾十年入面都維持住好強嘅增長勢頭。佢就係中海油。可能好多人會話，中海油係周期性嘅能源股喎，油價跌佢咪死。但係大家睇下數據，中海油近年嘅開採成本控制得非常好，即使油價喺低位，佢依然有能力賺錢。最重要係佢對股東嘅回饋非常直接，派息慷慨，加上佢有央企背景，現金流極之充裕。喺全球能源轉型嘅過程中，傳統能源依然係不可或缺，中海油反而成為咗一個被市場低估嘅收息巨頭。當然，投資唔可以只買一隻，一個健康嘅收息組合應該係4大行業嘅結合。例如，你可以將1/4嘅資金放喺銀行股，好似中銀香港咁，攞佢嘅本地穩定性；1/4放喺公用股，好似長建咁，攞佢嘅抗通脹能力；1/4放喺電信股，好似中移動咁，攞佢嘅高息現金流；最後1/4放喺優質嘅 REITs 或者係剛才提到嘅能源股，增加組合嘅彈性同埋潛在嘅增長空間。我哋再深入探討下，點解好多人收息會收得唔開心？好多時係因為佢哋太過追求息率而忽略咗風險。例如，有啲小型地產股或者內地收息股，息率可能高達15、20厘，但係呢啲息好多時係末代派息，即係派完呢次就冇下次，或者係公司借錢返嚟派息。作為一個理智嘅投資者，我哋要睇公司嘅派息比率。如果一間公司賺1蚊，派1蚊，咁佢就完全冇錢剩返嚟發展。萬一出年賺少咗，派息就一定會縮水。理想嘅派息比率應該係喺50%至70%之間，既可以分紅俾股東，又可以留返啲錢去應對未來。另外，我哋要關注嘅係2026年呢個時間節點。好多分析師預計，到咗2026年，
全球經濟會進入一個新嘅平衡點，通脹可能已經受控，利息回落到一個相對溫和嘅水平。喺呢個環境下，債券嘅吸引力會下降，資金會重新流向高息股。所以，我哋而家做嘅佈局唔係為咗聽日賺錢，而係為咗2、3年之後，當市場轉向嘅時候，我哋已經坐擁一堆平價買入嘅高息資產。講返銀行股，大家要注意內房債務對香港銀行嘅影響。雖然最壞嘅時間可能已經過去，但係壞賬撥備依然會影響盈利。如果你好擔心呢點，可以選擇一啲比較純粹嘅商業銀行，或者係轉向保險股，例如友邦保險。雖然佢唔係傳統意義上嘅高息股，但係佢嘅內含價值增長同埋股份回購計劃，其實都提供咗另一種形式嘅股東回報。對於年輕一輩或者係40歲以下嘅朋友，我會建議你唔好太早將所有錢放喺純收息股上面，因為收息股嘅成長性相對慢。你應該將一部分資金放喺股息增長股上面，即係嗰啲息率未必最高，但係派息年年有增長嘅公司。總結嚟講，今日我哋分析咗4大行業，銀行股係基石，首選匯控同中銀；公用股係護城河，首選長建同電能；電信股係收銀機，中移動地位難撼；REITs 係潛力股，領展值得長線觀察。而真正嘅收息王，其實係隱藏喺呢啲行業入面，具備極強現金流、低負債，且能夠喺複雜地緣政治環境下生存嘅公司。投資收息股最忌嘅係急，好多人想買入之後下個月就派息，其實收息係一個漫長嘅過程。你要想象自己係喺度種緊一棵果樹，第1年可能只係得幾粒果實，但係只要你唔好斬咗佢，到咗第5年、第10年，呢棵樹結出嚟嘅果實就足以養活你。希望今日嘅分享可以幫到各位喺茫茫股海入面揾到屬於自己嘅收息王，建立一個穩健嘅財務未來。記住，投資有風險，入市要謹慎。每個人嘅財務狀況唔同，做決定之前一定要自己做好功課，或者諮詢專業嘅理財顧問。最後，我想同大家分享一啲心法。收息唔係為咗發大財，而係為咗自由。當你每個月嘅派息收入已經足夠覆蓋你嘅基本生活開支，例如水費、電費、租金，甚至係去旅行嘅費用，你對工作嘅心態就會完全唔同。你唔再係為咗生存而工作，而係為咗興趣同埋理想。呢種心理上嘅安全感，先係收息投資帶俾我哋最大嘅價值。喺我哋步入2026年呢個充滿變數嘅未來，擁有一個強大嘅現金流組合，絕對係你應對任何危機嘅最強後盾。多謝大家收睇，我哋下集再見。